Hello，各位大家好，我係馬中寶，歡迎收睇呢一集與馬同伴賽後分享。本集內容純屬個人觀點及分享，並不構成任何建議。喜歡我頻道嘅朋友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。2025年11月5號星期三，9場谷草私家3跑道，頭2場掛牌為好地，第3場場地掛牌改為好自快地。想分享下場次159 3班1650米5號馬銀亮奔騰，孭128磅5檔起步，直路最後100追上嚟個勢相當勁，跑第2輸頸位，先紀錄低。好啦，我馬中寶繼續透過賽事影片揾備忘馬俾大家，記得訂閱、點讚同埋分享，下次見。